冬天嘅長野有一個地方，全世界只有呢度會見到呢一個畫面——地獄谷猿猴公園，馬騮浸溫泉。好，呢個就入口啦，1.6公里，25分鐘。好，歡迎返嚟第二集。呢一集咧，終於去到我最期待嘅地方——地獄谷野猿公園。呢度唔單止係全日本，甚至乎係全世界最出名、唯一可以見到馬騮浸溫泉嘅地方。咁由長野市中心揸車過去咧，大概20分鐘左右啦。行山上去其實唔係太難，但係有雪嘅話咧都幾跣下。如果唔想跌親嘅話咧，最好都係帶翻個雪爪。暫時好似唔係好跣喎。係啊，佢有啲仲係星星地。哇！好天啊，佢可以。一陣話佢摸下係咪軟軟地嘅？打個螺旋丸入去添啊！好啊，嚟啊！嚟啊！你出啊！快出！頭先好似停咗啲水，好似。Almost there。呢張就係猴子券啊！可能你會問，點解啲馬騮識得喺度集結，仲會浸埋溫泉嘅？有人餵馬騮啊！其實喺好多年前呢，公園就定期喺度餵馬騮，所以啲馬騮就知道啦，嚟呢度呢就有嘢食嘅。係喎，你睇佢跑得唔夠快啊！孭住，唔夠搶食啊！果然係所有動物都一樣，做人父母成日要作出犧牲。我哋去嘅時候咁啱就撞到管理員喺度餵馬騮。すみません。これ多分餌の箱でしょ。佢想過嚟啊！佢知道啊！哇，好搞笑啊！呢個情況，佢諗嘢啊！你見唔見到啊？係啊，佢知道呢個係老闆啊！啲馬騮真係好醒嘅，一路浸溫泉，一路食嘢。揾緊阿媽可能。離開公園之前，仲有一個小博物館，入邊有講馬騮嘅習性同埋呢度嘅歷史。講到呢度每一個時代都會有一隻馬騮做統治者。即係話呢一隻咧，之前同人打交咧，打到隻耳甩咗個部分喺度啊！之前點解以前啲樣唔同嘅？係九代火影，而家隻狗台真係唔同樣嘅喎，係會兇啲啊佢樣。哇！第17代都勁嘅。係咯，個樣幾兇，哇！真係好兇喎。睇完馬騮之後呢，我哋就翻去市區。今日呢就冇乜特別行程，我哋就去咗 Round One 嗰度玩一日。入場俾一個價錢就可以玩好多個鐘。このまま4階のスポッチャにお進みください。喂，戰場的機啊！係啊，好味話就係貴得就係唔敢玩啦，平時冇咩玩。我哋揸咗一陣高達啦、賽車啊，同埋其他遊戲啦。其中一個最特別嘅呢就係冰壺啦，冇錯就係之前呢奧運睇到嗰隻啦。本來呢以為好簡單嘅，點知原來都幾難下，仲會成日 PK 嘅。今日嘅晚餐呢，我哋就係食炸豬扒。老實講呢，就普普通通啦。喺車站上面嘅餐廳嚟嘅，冇乜特別驚喜。不過最重要嘅環節當然係抽卡啦，睇下今日邊個做幸運兒啦。第二日我哋嘅行程就係去白馬。白馬呢一邊呢，就係日本其中一個好出名嘅滑雪勝地。但我自己呢，就其實唔滑雪嘅，佢哋就話今朝要7點鐘出車。滑雪啊，咁樣起身啦！
咁我心諗無謂同佢哋搏命啦，於是咧我就決定留喺長野瞓夠咧，先自己搭巴士去白馬。咁啊，長野搭巴士去白馬咧，其實都係1個鐘多少少嘅啫。今次我哋去嘅滑雪場咧叫做岩岳滑雪場，而我去嘅目的好簡單，就係會合下我啲朋友啊，上去影張相，睇下風景就完成任務噶啦。咁上到山之後咧，第一樣嘢整翻碗湯先。咁我其中一位兄弟咧就係滑雪教練嚟嘅，而佢個牌咧就係喺白馬呢度考翻嚟噶啦。咁呢啲雪咁嘅 condition 係點啊？今日啲雪都 OK 喎，你見咁樣咧，因為你鏟出嚟啲雪都你話叫做鏟咗出嚟。聽講我面前呢一個滑雪梯咧，對新手嚟講咧，其實係第一個難關嚟嘅。新手嘅第一難關就係落車 lift。呢個仆唔仆街啊？好似會喎。好似我問第一呢個卜啊，呢個啦，右邊個卜。好似喎。而我哋其中2位兄弟咧，其實今次係第一次嚟學滑雪嘅啫，所以老實講咧，我哋係幾期待佢哋撲街嘅。好彩啫，幾驚唔掂啊！咁之後我行咗去 view point 嗰度啦，不過我諗我嘅運氣咧已經喺上一集雪山嘅時候用盡咗啦。今日嘅天氣咧，即係白茫茫一片，基本上咩都睇唔到。Jen， 乜都睇唔到。Jen，beautiful 位。Very beautiful. Nothing to see. 咁佢哋繼續留喺滑雪場度玩啦，我自己咧就翻白馬山腳，去咗朝聖 Snow Peak 嘅白馬店啊。咁你知香港人有一個共同特質啦，就係去到唔同地方咧，都中意去 Starbucks 打張卡嘅。Snow Peak 呢度咧都有一間 Starbucks， 入邊又真係好多香港人，包括埋我。之後嗰日咧，我哋就出發去奈良井宿。咁由長野揸車過去咧，大概2小時左右啦。咁中間都係入油，而點解要影呢？就係因為呢條友又搞埋晒啲古怪動作。奈良井宿咧就係以前江戶時代嘅一個驛站。以前嗰啲旅客啊、商人啊或者官員咧，要來往京都同東京，就會經過呢度留低過夜。咁呢條路咧係連接東京同京都其中一條古道嚟嘅，所以可以理解成咧係以前嘅高速公路休息站，不過咧就係古裝版。佢擺甩咗，我哋幫佢整翻好佢。佢粒釘甩咗啊！呢粒釘勾唔到啊！收翻好啦。我見到嗰個冰兜啊，冰鎮咕嚕肉仲唔係用呢個兜？其實可能就係佢喺個水桶度倒出嚟。係真係咯，一定係啦，個 size 係一樣。變成點啊？哦，唔使晒玩 poster。我哋想唔想攞條落嚟，跟住咧吉鳩落去沖？好啊好啊！冰像啊！佢揾到冰像啦！你真勁啊你啊！黐線啊！佢都幾多紙喎，其實。啊，咁又係嘅，佢嗰陣時多人噶嘛，咁所以多人拜神都。之後咧，我哋就揸車去馬龍宿呢度出發咧，大概就要1個小時左右。呢度寫咗啊，京都仲有52公里，但係江戶咧就有80公里啊。馬龍宿咧都係一條好日式嘅老街嚟嘅，成條路就一條斜坡行上去，兩邊咧就係有啲商店咁樣啦。咁我哋當日咧其實時間就唔夠噶啦，只係簡單諗住行一行就算，加上啲鋪頭都閂得七七八八啦，都冇乜嘢值得我哋留低喺度慢慢睇。最後我哋揀咗一間鋪頭入去食一個熱嘅肉包。じゃあ適当に座りますよ。漬物は食べれますか？漬物は大根の湯。じゃあください。好。
哇！呢、個幾好味喎，唔知係咪有河咁樣？唔係佢結得有味。當我哋離開嘅時候咧，覺得可能冬天唔係特別靚啦，第陣時都係秋天再嚟過好啲。正當落山嘅時候咧，突然間落咗一場大雪。哇！無端端落咗雪啊！呢次旅程咧就去到呢度啦，呢個一定會係我哋5條友好好嘅回憶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